宣召诗篇96章3到4节，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弟兄姐妹，新春愉快！让我们起身，用我们生命来尽情的赞美我们圣洁公义的神。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全凭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全凭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尽情地敬拜你，尽情地敬拜你。哈利路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全部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真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哈利路亚！主耶和华是叫我抬起头的神。来，拍掌。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智慧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艰难得胜。耶和华是我是唯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是唯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是唯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再一次来，一宿虽然有哭泣，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主，你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你是赐下恩典满满的主。从岁首到年终，我们所走的路径都有你恩典的滋有在地。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细数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我们的道路有你的安排，我们每一天的时刻有你的同在。感谢赞美你，虽然过去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困境、忧伤、烦恼，但是我们要将这一些的忧伤、困境、烦恼留在2021，在新春，在农历的新年第一主日，第一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够用。在我们何时软弱，靠主，我们何时来得刚强。谢谢主。虽然我们不能够一同聚集在圣殿来敬拜，但是我们在每一个家庭，当我们围炉，当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主你就在那里，你与我们同在的。谢谢主，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今天我们也透过线上一同来聚集敬拜，让我们在主的带领之下，我们弟兄姐妹依然透过线上，我们感受到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愿你来悦纳我们的赞美敬拜，将你的宝座设立。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先要跟大家恭喜新年快乐，大家过一个好年冬哦。因为民间是好年嘛吼，所以小可有共音嘛，好年冬啊吼，让咱有过一个好的年冬我们可以过一个美好的新的一年。
因为有神的同在，有主你的同在，所以兄弟姊妹，虽然今年还阁无法度做伙参加伫遮组织伫遮互相来恭喜吼。不过咱会通透过赖，我们可以透过赖让彼此来祝福特别是因为最近有一些的疫情甚至我们附近的教会咱附近的教会嘛有染到这个疫情所以咱因为谨慎的缘故所以不得不伫咱新春的礼拜咱做伙伫线上来礼拜。不过因为有小可有得到控制，所以咱会恢复伫2月7日的礼拜所以咱伫2月7日2月6号我们的主日，我们一同在圣殿来见面，咱做伙来见面。好，咱伫遮要做伙来献上咱的感谢奉献所以咱要用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伫遮来献上咱的感谢。奉献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再次来宣告说，来，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创造救赎的主，感谢赞美你，在你有丰富的供应，使我们福杯满溢。主要感谢赞美你，在新春的时候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是何等丰盛的恩典。无论在新春期间，我们是否和家人团圆，都有主的同在，都有主丰丰富富的恩典。主，因为你应许我们，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你道的人，变为有福。要吃劳碌得来的，要享福，事事顺利。谢谢主，我们满怀信心来跟随每一个有你的日子。主，谢谢主，祝福我们在新春期间，我们出入都蒙福，都平安。今天你儿女聚集在你的面前，将你所赏赐的金钱、时间、才干，并我们口中的赞美，愿如馨香的祭献在我主的台前，求主悦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做个进前，彼此来祝讲新年恭喜，上帝受理，新年恭喜，上帝赐福你请坐，请坐。因为咱伫线上，所以不便来到你教会，你嘛通透过咱的线上咱的网站
即马愈来愈方便，会当伫迄个所在来选择你要奉献的金额吼。所以兄弟姊妹咱有缘把迄个接住伫天顶即款的机会。好，咱即马要做伙来读上帝话我们要读上帝的话今仔日因为是新春所以我用2种的语言，2种语言，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们先要来读上帝的话，先读华语只有9节，所以我们一遍华语一遍台语我们先来读华语，咱先来读华语这位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对不起咱是怎样？好，来第二节来。你怎样处置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处置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的后面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所有作战的士兵都起来，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派遣他们前去，吩咐他们说：“看，你们要在城的后面埋伏，不可离城太远，个人都要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士兵要向城前进。城里的人像上一次那样出来迎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会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远离那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上次那样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那时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把城交在你们的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要放火烧城，照耶和华的话去做。看，这是我吩咐你们的。于是约书亚派遣他们前去。他们行军到埋伏的地方，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在士兵中间过夜。好，咱倒转来到第1节咱的今仔日的金句嘛是8章的第1节好，咱做伙用下面这个台语，咱做伙来读来。上主对约书亚讲：唔通惊，唔通乱，你起来，带隆重的战士去攻击爱城。我已经将爱城的王、甲伊的人民、伊的城、伊的土地，拢交互你啦。你安怎对待耶利哥甲伊的王，嘛着安尼对待爱城甲伊的王。毋过，恁抢到的财物甲精生，通做恁的战利品，你着派兵埋伏伫城的后面。对安尼，约书亚甲全体的战士拢起来，要去攻取爱城。约书亚经3万的强猛的勇士，派因迷失去，吩咐因讲：恁着埋伏伫城的后面，毋通离城伤远，拢着准备好势。我甲我带的战士要向城进攻，因为亲像顶边出来攻击阮，
迄时阮就要伫因的面前逃走，因会出来对入阮，想讲，这个人会亲像顶边伫阮的面前逃走，所以阮要伫因的面前逃走，到阮引诱因离开城。迄时，恁就对埋伏的所在起来，夺出迄个城，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将即个城交伫恁的手。恁占领即个城了后，就用迄烧城，照上主的话去做。注意，这是我的命令。约书亚派因去，因就去埋伏伫爱城的西边，得着离甲爱城的中间。迄暝，约书亚甲战士做伙伫军营休困。愿上帝话来帮助咱明白。所有咱的代志拢交伫主的手中，我们一切的所有都在上帝的手中。咱做伙来祈祷，一起来祷告。掌管万行有的上帝，你统管万有，你也掌管阮的性命，阮所有。你引带阮伫你的头前所逼迫的道路，互阮按照你的话去行的时阵，会通领受你所要互阮的应允。主，当我们照着你话不偏左右，我们相信就能够进入到你所赐的应许地，互阮会通做伙伫线上悠然，会通学乐敬拜，透过你的话帮助阮，无偏左无偏右。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搁一边甲咱兄弟讲新年恭喜，愿上帝赐你。咱这个时阵吼，咱伫咱家庭，咱嘛会通互相伫遮来照讲，大家恭喜上帝赐福你，大家恭喜上帝赐你。旧年因为疫情严重，所以咱无法度做伙三甲组织伫教会来学乐敬拜，甲互相来恭喜。今年咱真期待讲，毋茫嘛会通做伙伫即个圣殿伫遮来学乐敬拜。但是咱知影讲，最近因为桃园的远雄自贸即个港区有差不多上百例。这个桃园的远雄自贸园区这个港区已经衍生了上百例相关的影响。所以有这个上百个调剂啦，所以咱真期待上帝来怜悯，一直在祈祷，总是又感受到最近伫其他教会的这个疫情的影响，所以咱不得爱谨慎我们要谨慎以对。所以咱今年有缘伫空中线上，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将新的一年头一天献给上帝，将头一天新的年献在上帝的面前。伫遮咱来看，透过即款的环境所造成而且的疫情咱不得不爱面对。面对可能咱过去有真长的时间，有长的时间我们是本土零确诊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安稳的环境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失去这样的谨慎，咱会失去谨慎呢。所以大家放松了后，疫情搁再起所以伫遮咱真正爱真细记。其实，伫圣经咱今仔所看这段经文的进程之前，约书亚甲这百姓因心中敢才有真大的把握，所以因派兵去攻打爱城时，派兵攻打爱城无想到讲安怎，却失败互人拍甲落花流水落花流水赶快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役当中，上帝，你不是说要使我们得胜，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征战吗？无人会通甲阮比拼，无人会通甲阮赢过阮吗？所以这个时阵，咱看这约书亚甲这以色列百姓哦，我们看到他们现在是军心士气涣散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定要找出这样的原因，但是我们读者很清楚了。咱读册真清楚，讲为什么因失败，对吧？咱看圣经啊，咱对头到尾，我们从头到尾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因伫迄个圣经的情境内底，如果我们置身其中，咱也是伫迄个内底，咱敢知？唔知啊！上帝，你唔是讲要互阮赢，你要互阮赢，但是头一战。第一阵亚利哥是你，阮散步，洗洗，就倒来。我们照着你的话，我们绕城散步，喊一喊，城就倒了嘛。但是这一次嘞，是我们直接短兵相容嘞，就是出兵，所以约书亚也是第一次靠着他领兵作战啊。之前是。上帝是元帅啊，他是带领军兵，对吧？上帝做因的元帅咧，所以互因有这个作战的兵法。但是伫这个时阵，咱看见什么？咱看见因事实就是失败，所以影响到因的士气啊，他们的士气低落。所以伫这因为中间有人无顺服上帝的命令嘛，无顺服去偷摕。上帝讲袂使乌白客，遐战利品第一战拢归予上帝啊。但是有人就可能唔甘愿啊，不甘愿啊。打仗还要自己带便当，对不对？还没有东西可以拿，还有冒生命的危险哦。家己爱炸便当，你知道？所以伫这中间爱付出代价，无嘛加减客过，对无捞过。但是这边就是很严重违反上帝的命令，所以导致这一场战役第一次的攻城死偌济人，知无？有读无？死36个，因为一个人的缘故，影响到36个的家庭，对吧？所以底下咱们来看，我们来看就此结束吗？一蹶不振吗？因为这个战争安尼怎啊失志吗？无啦，上帝怜悯因佮互因一遍的机会。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上帝吩咐约书亚，然后互因有这真好的方法政策。这边佮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一定要注意之前把这个问题找出来，所以伫遮上帝应允，要将这个城交伫伊的手中。上帝要应许将这个城交在他们的手中。上帝要应允，你所面对的困难，过去的经历可能有失败过。当你搁一遍来找伊的时阵，来挖靠伊、追求伊的心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嘛要对你来讲。我要将迄个困境，将迄个机会，要交伫你的手中啊，兄弟姊妹。所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咱来认捌这位。虽然伫咱失败、失志的中间，我们失败了，我们灰心丧志了，但是上帝安那，无甲你石头搁甲你啃落。伊鼓励呢，伊互人有搁一遍的机会。所以咱来认捌，上帝有缘在等待你来找求伊。你知影你的失败所在，反省。第二，咱要透过这段圣经这个段的信息，要来帮助咱年轻人，咱需要对失败中间来学习。为什么失败？找迄个问题出来，找问题出来，然后呢？学习要怎互上帝来引带，顺服上帝的带领。
所以咱要安怎对失败中间来反省，检查咱过去咱有真侪失败的经验嘛吼。有啥物人讲我一直拢是成功的无？我一直拢是做迄个这个成功的人士，成功人士吗？我想应该无啦吼。咱倒转去到约书亚记的7章第8节到第9节，第8、第9节吼。伫遮有讲到讲第一遍因讲爱情失败，然后拄我讲的讲对因的军心、对因的士气，他们的士气哦，真的被打击到不行。咱做伙来读吼，做伙来读这个顶面吼华语的部分来。主啊，现在以色列人民已经在敌人面前败退，我还能说什么呢？迦南人和这地方所有的居民一听到这消息，他们会来包围我们，把我们杀光。那时你要怎样维护你的尊荣呢？约书亚真巧，你知无吼？把责任拢推撒互啥？上帝啊，你毋是讲要互阮赢？你若搁安尼吼，你的命会见效咧。无猜你是真关联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在这样的一个反省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影子，对不对？因若拄到问题的时阵，然后开始就安怎？埋怨摇把叉，阮伫埃及做奴才好势好势，你是安怎要甲阮带来旷野，要互阮死伫遮，对吧？所以伫遮，你甲阮带过河，然后阮面对这款的危机啊，你都一路带领了，怎么会让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要面对的就是他们的勇气。他们面对前面的道路，因面对头前的道路安怎茫茫渺渺咧，唔知影要安怎伫迄个中间来面对。所以兄弟姊妹伫遮，咱看讲，伫失败中间，咱所要面对的，就是先伫遐来帮助咱。你若要搁徛起来吼，你的勇气、你的信心，你一定爱家己去面对。伊个属灵的老师。无伫个安尼，对吧？摩西啊，摩西去上帝遐，伊爱家己建立一个啥物协谈的管道、咨商的管道啦。兄弟姊妹，你面对困境，你面对失败，你面对迄个你的心理失落的时阵吼，我鼓励咱一定爱找一个管道啊，会当互你抒发你内在压力的管道。所以，这个时阵，约书亚伊建立这个管道，伊去面对伊需要面对这个内在惊吓、内在的惧怕。所以，上帝不断地甲伊讲啥？你着爱勇敢、壮大、刚强、壮胆嘛。无得惊，无得论啊！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甲你相同在。好，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就是安怎？伊爱对即边的战争的中间，迄个失败战争的中间来记得讲，为什么会出代志？所以伫遮约书亚伊本来毋知啦，伊是讲3000特动的啊，因为因爱城12000人啦，算的会通烧战的大概嘛头2000外，阮3000入去是绰绰有余嘛，对无？安尼有够啊？有的学者讲因是轻敌啦，但是有的学者讲毋是啦。重点毋是迄个轻敌啦，毋是看轻这敌人。重点是咱要看的这段圣经，咱做伙来读下面的台语来。以色列人犯罪违背我命令因的约啦，摕应该毁灭献互我的物。这就是重点，是因失败的重点啦。失败重点是因为恁中间有人违背命令，无听上帝的教示，
然后安怎去偷摕遐战利品。啊，我著讲好啊，这头一件，那咱照过去所领受讲初熟的果子嘛，对吧？第一件爱归互耶和华上帝啊，所以拢爱烧啊遐金银放伫啥？上帝将来府库内底分别做成啊。所以伫这个所在，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重点就是不顺服，不顺服去拿自己不该拿的，去摕啊。所以这就是因爱面对的。所以上帝也讲。咱这位来读上面华语的来，以色列犯了罪，又违背了我所吩咐的他们的约，又取了当灭的就好，这导致他们的战败的主因。好，来，过来，你们若不把你们中间当灭之物除掉，你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这个要记得啦，要记得好哦。恁若无甲这问题伫遐来处理好，安怎？以后这年代后壁的战争拢安怎？拢会失败。上帝甲因有过哦，所以恁会记得讲头前无顺服，后壁头退，所以恁会失败就是安尼，会失败原因就是不顺服。所以伫遐恁就应该将恁中间。应该毁灭的物，拢交出来，伫遐来甲除掉，安尼，恁就会通伫遮来徛会牢，你们才能够站立得住。意思就是讲，恁以后的战争才会通赢。这是咱面对的。第二，就是讲对失败中间面对家己的内在；第二，讲面对外在外在的环境的问题去处理、去解决。就好亲像一箱水果啦，一箱水果，你有发现中间有一粒有一颗是开始腐烂。弟兄姐妹、兄弟姐妹，你会安怎做？你会安怎做？摕掉嘛，对不？紧甲除掉，若无呢？规箱害了了，整箱就会报废，对不对？好，所以。我在读约书亚记，在读这些好像圣战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这种概念，你就不会觉得上帝好像比较残忍。上帝要将遐歹影响，互人会烂去的，这些物件甲除掉啦。所以，互一切伊所竞选的百姓会当存在，会当活得好势。第三，咱来看讲。主要重建迄领导的威信。伫遮头一阵呢，约书亚家己领兵出战，头一阵就安怎失败？那安尼对一个领导者来讲，安怎？迄个信心的领导去受攻击啊！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头一遍因家己出兵。第一遍亚利哥的战争是上帝的吩咐，恁就做安尼细细就好，恁唔免做啥物，看我。但是这边因家己伫遐来主导，当然上帝甲因三个同在啦，总是却失败。迄若对一个领导者来讲是安怎？这百姓讲你是安怎领导的？头一阵你要看遐城墙遐用。咱就细细就好啊！这边你家己上帝教你，你是安怎甲阮带到安尼，就会有一些的埋怨，你知道吗？抱怨。所以伫遮约书亚伊刚咧讲上帝啊，你是安怎要甲阮带过河啦？你是安怎要互阮伫迦南人的头前伫遐来失败啊？我阁会当讲啥？我还能够说什么？我还有话说吗？所以伫遮，咱做伙来读来。主啊，以色列人既然伫对着面前活转身逃走，我也有啥物话通讲？主啊，现在以色列人民已经在敌人面前败退，我还能说什么呢？
信心完全被打击哦。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讲，因会开始怀疑呗。耶稣啊，你敢有迄个才调？摩西遐敖，啊，你敢有迄个才调？你对伊遐久，啊，头一件你就失败啊！你敢有法度？你能够吗？甚至因开始嘛会怀疑，伫迄中间，什么人是阿干第二？哦，谁是亚干？所以伫迄中间，咱莫想哦，咱咧想讲，上帝透过过去安怎处理阿干即个代志，是安要公开互因伫迄中间来看，就是要提醒因。然后唔通亲像安尼，总是后壁咧，嘛袂使怀疑讲，有阿干，敢有亚干第二，有吗？可能会有这样的怀疑哦。对约书亚的领导权，对这个彼此的中间的信任，我看你这面吼，可能贪心啊，是不是会互相伫遐怀疑？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讲。因面对家己的内在外在，搁咧爱伫遐来重建领导，还有彼此的信任，这是因爱面对的即款的问题。面对因所面对的问题，上帝无离开因哦，上帝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伊鼓励约书亚讲：你都要起来，我跟你三个同在，我与你同在，所以你要重新站立起来。你知影，阿伯拉罕林肯哦，就是互人讲美国哦上伟大总统。你知影伊捌失败过几遍吗？他曾失败过几次吗？27次重大的失败，伫咧选举也好，还是讲其他吼。所以伊一遍搁一遍伫失败中间不断来挑战，不断来挑战。最到落尾，伊成功来当选做总统，并且是互人讲是上伟大的总统。有人咧问伊成功的秘诀，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林肯总统讲啥？林肯讲吼，我的秘诀就是比别人失败搁较侪遍。但是呢，我伫失败中间，我拢会通对迄个失败过程来思想上帝的旨意是啥物，所以伫失败中间来读上帝话来反省，将失败当作是伊的骹踏石，成为他的垫脚石。今仔日咱看讲，咱咧思想这段的经文嘛是同款，上帝安怎鼓励约书亚，你就爱起来。然后率领军兵去征战，免惊，我甲你三个同在，不用惧怕，我与你同在。就好亲像林肯伊伫伊失败中间，伊知影安怎伫遮来面对伊的失败，总是伊找求上帝的心意，这是伊伟大的所在。所以咱有看伊伫第7章的11节、12节内底。伊开始去问，开始去敲吹，为什么失败的原因？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上帝启示约书亚战败的原因就是有人淘汰。你知影要伫头60万，也是遮会通小战的遮的军兵的中间，勇士的中间，勇士当中要找出一个人。几十万的人呢，要找出一个人，有简单无？不简单。但是上帝就启示他，然后他有智慧，再选出犹大支派，然后呢，犹大支派选了，选到这个阿干，搁互伊机会咧。你要看伊伫演说的中间，搁互伊有机会呢，但是阿干有随时认罪啊无？他有没有马上认罪？没有呢。所以，我们来看亚干他所犯的罪就是导致整体的失败，就是上帝不再同在。咱若无要听上帝话，上帝就无要插咱。所以，伫遮咱做来看，亚干伊犯的罪有4项啊。
第一个就是违背上帝命令，反复去摕迄个应该毁灭的物，取了当灭的这个物品。第二他偷窃，这是要互上帝伊去偷摕上帝的物件。我咧想讲，有当时咱敢会偷摕上帝的物件？应该分别做成的奉献，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是毋是这先卖啦？因为我都无够用啊。咱来想看觅过去你是毋是有照安尼？上帝讲当纳的应该奉献的，你有分别无？第三讲行诡诈，干伊欺骗。总是当作无代志，对无？大家排队，伊嘛照咧排队。伊的面容拢真正常，但是伊甲遮个做暗藏稳重，就是将遐个金将遐个物件藏伫因兜的涂骹。所以伫遮兄弟姊妹，咱看伊讲，伊虽有犯罪，但是伊表现了真好，暗藏了真好。约书亚互伊有机会，约书亚给他机会到尾点出伊的时阵，干，伊都起来，有啊，我退啊，安尼袂赴来不及了，因为他一人害死了36人，也影响到36个家庭。今嘛呢，佮影响啥？伊家己的家庭，毋是伊尔，佮伊的后生查某囝呢，伊所有拢爱毁灭。所以伫遮咱看讲，这个代志处理掉，上帝就甲民生同在。所以咱做伙来读看，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百姓、他的城以及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了。我交伫你的手中啦。为什么？已经处理头前遐个代志，遮个问题，遮个读个处理好势所以上帝鼓励约书亚讲：起来，好，处理了我甲你三个同在，你毋免惊，即回妥当的。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讲，上帝来鼓励伊对内在，对吧？互伊甲上帝有一个管道。拄仔咱讲的，你失败，你爱需要对内在，甲有一位属灵的导师建立管道，咨商的管道。你看上帝透过安尼鼓励伊，免惊，处理好势好，你就照我的方法来行。所以上帝互伊安怎？伫失败中间，上好的一个鼓励就是听伊的话，我告伊。即回拢爱照我的话来行毋通阁有第二个干不要再有第二个亚干。第二，咱看讲处理内在，上帝互伊外在这方法。外在的这样的兵法，甲第一阵，上帝是有创意的主。上帝是有智慧的无讲千篇一律，无。上帝第二个战争，互因有无共款的方法。所以伫遮，咱共看第一个安怎？好，你迷死你派兵3万个，然后去埋伏伫迄个爱城的后面。第二咧，约书亚你着爱带军兵正面去对战，甲遮个人引到伫旷野，甲遐个兵丁因的小战拢甲引出来第三，伫遮若你过来听迄个迦南之声，你就能听见牧师在分享约书亚伊摕即个伊的标枪，就是伊的矛伫迄中间，当伊的手若摕即个标枪即个枪迄个爱城伫遐来记的时阵，那安尼，遮埋伏的兵埋伏的兵就要出动。因为迄个时阵，遮个爱城的战士拢出来，甲引到旷野，对吧？所以这个时阵埋伏的兵就来入去城，然后放火烧城，放火来焚城最后，因遮个诈败的
本来安尼走对无？即摆活当身两边安怎前后夹击啊！啊，即声咱看爱情，即个王甲所有的军兵拢安怎失败啊？因本来因头一阵赢，所以你会想有当时会骄傲咧。啊，过来啊，即阵差不多尔，一样的啦。所以伫遮咱看讲，上帝对内在到外在啊，互因的方法啊，最主要是你有要照安尼行无？好来，所以最后安怎？上帝互因得胜，无因为头一遍讲恁拢袂使摕这战利品，不能拿。上帝无共款呢，上帝知影因的需要，知道他们的需要。好，即遍赢了安怎？做恁体。哦，你想讲你是战士，你安怎？顶回牧师有讲过，讲你知影这个你若要好嘢靠正做袂富气啦，袂好嘢啦。总是真侪佣兵因就是靠啥？靠战争。啊，赢了安怎？出在你体。你去摕遐战利品，所以因后来有真侪这做佣兵的人去用请，会通好嘢，所以因有真侪人就行这条路。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上帝策略，互因伫即中间来得胜，所以亲像上帝所吩咐的安尼，因照安尼去行去做，结果咧，伫失败中间搁一遍徛起来，从失败当中站立起来。所以上帝是互人会，你行路有风，你会通举起你的头的上帝。上帝嘛应允讲啥？即遍无共款啊。因为头一遍爱献福我，第二遍恁军队我，恁顺服我就束福互恁。兄弟姊妹，各位线上的兄弟姊妹，伫今年求上帝来帮助咱，帮助我们从上帝的话开始。你有读上帝话，无偏左无偏右，不偏左右，然后你照伊的心意去行。你若唔知，你就先求问上帝。上帝的确要互你有一个方法方向。咱做来读华语甲台语的，华语先来。以色列人照着上主吩咐约书亚的话，把城里的牛群和财物留下，据为己有。以色列人就照上主命令约书亚的话，将城内的精生甲财物，拢抢来做家己的战利品。上帝唔是遐尼当生啦，上帝是慷慨啊！上帝是要互咱知影讲。伊为着咱征战，所有的拢伫伊手头啦。啊，你若愿意顺服，伊就安怎将这交伫你的手中。你愿意顺服，上帝就把它交在你的手中。所以兄弟姊妹，人生的胜败关键就是你是毋是要顺服伫上帝的话。咱要来回应伫新的一年，你若要互上帝徛伫你这边。帮助你，互你头会通举起你的头，抬起你的头。你就要先感谢上帝，因为你知影，这位上帝伊是温柔怜悯佮慷慨，所以你若照伊话去行，伊是慷慨上帝，伊要大大来祝福你。关键是什么所在？关键是谨守遵行上帝的吩咐。这嘛是对约书亚一开始上帝安怎甲约书亚讲？吩咐约书亚说，要思想我的话，要遵行我的话，昼夜思想，不偏左右。兄弟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咱要推动读经的原因。咱做伙起立，咱伫遮用首诗歌。咱来回应讲，这位上帝是你若照伊的话去行，照他的话去行，伊是互咱面对着你的挑战的中间，互你会通举起你的头，会通帮助你，会通赢过你心内惊吓，胜过你内心的恐惧，也帮助你让外在的环境能够降服在你的手中。这就是上帝要互你的。兄弟姊妹，你有信心伫遮来领受啊无？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宣告的时候，希望新的一年，互迄个
看袂到的、看会到的，拢伫上帝掌权的下面来享受，来交伫你的手中。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你不知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你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唯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来台语来。耶和华是我的主，我袂为忧担。有耶和华的帮助，我无惊之罪。耶和华是我牧者，无地高欠缺。有耶和华做我根基，全然拢得胜。耶和华是我生命的盾牌，是我的眼光，就是予我抬头的上帝。规暝虽然有天哭，早起就搁有欢喜。你是我的相伴，我的将台语搁来一遍来。耶和华是我的主，我袂为忧担。有耶和华的帮助，我无惊之罪。耶和华是我牧者，无地高欠缺。有耶和华做我根基，全然拢得胜。这位来宣告来。耶和华是我生命的盾牌，是我的眼光，更是予我抬头的上帝。规暝虽然有地哭，早起就搁有欢喜。你是我的相伴，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生命的盾牌，是我的眼光，更是予我抬头的上帝。规暝虽然有地哭，早起就搁有欢喜。你是我的相伴，我的壮赞。规暝虽有地哭，规暝虽有地哭，早起就搁有欢喜。你是我的相伴，我的壮赞。规暝虽然有地哭，早起就搁有欢喜。你是我的相伴，我的帮助。将荣耀归于咱主上帝，拍拍归荣耀主。咱做来祈祷，互阮会通举起头，使我们抬起头。互阮会通伫失败中间搁站起来，让我们在失败当中重新站立的神。你鼓励我们，我们内在的士气，你知道我们的境况，你知影阮即摆境况，你也是暗中在保护阮，你也互阮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来面对阮人生的挑战。伫这个后面，在背后，搁较有你的应允甲你的享受。
你是慷慨，你是仁慈的。主，你恩慈，你是慷慨。凡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必是无足，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你的话。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我们在这个过年的新的一年的头一天，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会通读主你的话，遵守主你的话，对你的话中领受你的应允甲祝福。主，我们要奉你的名宣告，在新的一年。要甲旧年无同款，我会通记得过去迄个失败的教训反省，求你来帮助阮，只有你会通，互阮行伫上帝所赏赐恩典的道路。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赢过所有关系的溃烂，充满恁。天父上帝，天父上帝。用你的疼、慈爱，成做盾牌，四面来固守阮。低长才会看会到、看袂到的对敌。愿主圣神充满阮，开阮属灵的目睭，开我们属灵的眼光，看你的话，明白你的真理。真理要叫阮得到自由，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愿同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大家讲阿们。神在你手中，甘心顺服。最终奖赏我的神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神在你手中，甘心顺服。最终奖赏我的神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再一次来，我深知道，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兄弟姊妹，咱的礼拜就到这，咱彼此搁一遍来互相恭喜，新年恭喜，祝属你平安。咱彼此来祝福，新年恭喜，主事平安。请坐。